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号《新闻》，我是嘉豪。离年底9合一选举之剩89天，今日开始开放候选人登记。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郑文平有现任市长郑文灿的陪伴，头一个去登记参选。郑文平也讲，虽然伊较慢才来参选，不过伊也拼赢选举。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进前有讲，年底选举希望摕到16席，达到拢过半。不过今日佫再强调，22个县市一个拢袂放弃。运转桃园大进化。年底9合一选举剩89天，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郑文平，在去伫市长郑文灿的陪同之下，大声登记参选。郑文平形容家己甲郑文灿来比，虽然记忆体较细，不过电池是加较大粒。强调讲要伫郑文灿的政绩之下来拼选战。我们选择整个桃园队，在登记的第一天就来到选委会，这是展现我们的后发先至。后来居上，我们的实力与决心，不管是议员也好，区长也好，我们通通会全力打。我宣布参选以后，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就有4、5千通海外的账户来攻击我的脸书，大家只要详细一查就知道缘由。就赢伫桃园市长的选战闹分裂。宣布投入选战的前民进党立委郑宝清，佫一解讲，伊去互网军攻击，也若挺郑文平的郑文灿，是甲郑宝清发声，强调讲个人无重要，团队才重要。目前的局势虽然是3个攻击1个，不过郑文平嘛袂输人，所以来会谨慎来面对。我觉得没有什么3打1不3打1的问题，问题在于民进党最近在论文事件上。在中介法事件上，都让我们的民众大失所望。我们一席都不放弃，桃园我们就是稳定的、稳扎稳打，一步一脚印。张善政预告，最近对登记参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强调讲，年底选举除了光复桃园，嘛锁定甲首都赢倒转来，要拼攻下新竹市。也若9合一的选举会合并18岁公民权修宪复决，伫同一天投票。中选会嘛有伫官方网站设111年投票专区，互民众会当查投票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9合一大选今日开放登记，国民党南投县长参选人柯淑华头一天就去登记。针对柯淑华的论文政绩，伊本人强调尊重逢甲大学学伦会的审定，也若伊的老爸英国是有这乌道背景，希望大家把焦点放回来政策。另外，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蔡其昌也已经完成登记了，伊强调台中市需要一个有行动力，而且是叫社会市长。开放登记第一天，国民党南投县长参选人柯淑华到南投县选委会登记参选。柯淑华由南投县长林明珍、立委马文君陪伴之下完成登记，虽然伊的硕士论文也互人质疑，不过参选登记的学历依然是逢甲大学经营管理硕士，强调已经去函逢甲大学要求调查。对手讲到与老爸乌道背景，柯淑华强调应该回归关键主题。他确实是一位更生人，他也付出了他应该有的代价。那我们的竞选2个人之间的竞选的主轴。一定要把一位80岁的老人所牵扯进来吗？蔡培慧的选情看急之下，他只能不断的用这种打乌贼战，然后爬黑、泼粪的方式来进行我们的选举。民进党南投县长参选人蔡培慧是伫信义乡勤早基层，按算31完成登记。另外，伫台中市长选情部分，民进党参选人蔡其昌伫竞选总部主委苏家全陪伴之下完成登记。蔡其昌表示，对了兑现行动力，台中市这4年来后期态度是超过，伊若当选都爱赶紧做。市政的推动是一棒接一棒，当有一棒特别弱的时候，下一棒就必须要承担起上一棒落后的部分。蔡其昌批评台中市政一直延前，而且速度正慢，强调家己有行动力，而且应甲中央维持友好关系，希望争取选民支持。另外，现任市长罗秀燕是勤早基层，会伫9月初2完成登记参选。记者综合报道。全国观众朋友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
国内伫今日增加20160个本土病例，22人死亡，而且也出现头一个 BA.5 重症死亡案例。指挥中心今日也公布全国 BA.5 的定数结果，目前 BA.5 的占比率已经增加到40.2%了。指挥官王必胜今日表示，这2礼拜确诊人数确实是增加了真紧。9月中到9月底这段是疫情高峰，这期间也有中秋中阳，呼吁民众就要注意防疫规定，也要赶紧去注疫苗。那讲到新配方的莫德纳疫苗审查进度，指挥中心表示，这礼拜会召开 EUA 审查会议。新冠疫情升悬，变异株 BA.5 继续扩散。指挥中心示警，这2礼拜本土个案，今仔一个礼拜确诊总数为15万多人，增加到17万多人，增幅是15.5%。BA.5 疫情已经到，呼吁民众赶紧完成注疫苗。连续2周的上升，而且上升的幅度增加还蛮快的，所以我们几乎可以确定说，这个 BA.5 的这个疫情，那已经开始。这周如果到3万5，有可能。指挥中心公布上新数据，增加20160个本土个案，22个死亡个案，也出现头一个 BA.5 重症死亡案例，是一名30多岁，不是本国籍的女性，已经做3期疫苗，无慢性病史，8月13快筛阳性，15发烧41度，昏迷送医，有休克现象，电脑断层显示脑水肿，16急救无效过身。病程也算是蛮快速的，死亡诊断是缺氧性的脑病变，以及有这个严重的癫痫。另外，本土病例基因定数234例中有94个 BA.5 变异株，检出率提升到10.2%，以868例上济。东部头一摆检出2名个案，拢伫花莲。外界关注莫德纳次世代疫苗审查进度，指挥中心表示，这礼拜将召开 EUA 审查会议。该补件的都有补过来。这一周，我们应该就是会去开这个EUA 的这个审查。今年第2批版的 BNT 大人型疫苗60.2万剂，将优先予12至17岁青少年组对家庭使用。指挥中心量算9月中下旬将面临疫情高峰，拄好拄到中秋重阳节，呼吁民众定洗手、挂喙罨，建议无注疫苗的长者幼稚避免参加活动。记者综合报道。明仔日是全国高中以下的开学日，学校拢伫咧加强防疫准备。教育部进前有公布上届新的开学防疫指引，对9月12开始，高中以下学校有学生确诊免个规班停课，其他的学生老师快筛阴性就会当继续上课。而且这确诊者7天隔离期满无症状，就会当回来学校啊。师大附中的老师当地清点快筛试剂数量，准备30开学的时阵，会当提供予各班的学生。即马就伫要开学啊，学校是真拍拼咧准备防疫物资，嘛请学生都一定要注意个人的卫生。目前的话，快筛有5000多剂啊，那口罩的话也足量。那我们今天因为开校务会的时候，其实就先发给各班导师的话，也可以从这边呢去提供给同学，以备不时之需。根据教育部顶一日公布上新开学防疫的指引，老师伫上课的时阵爱挂喙罨，学生上体育课嘛爱专程挂喙罨。毋过伫运动的时阵，老师甲学生若是拢无呼吸道的症状，就会当免挂喙罨。也若参与课程的人，嘛建议是采取固定成员来实施。若是一个班级内底有确诊者，伫9月12进前是依期进前的一个人确诊，规个班停课3天的规定。毋过9月12日了后，高中以下学校有学生确诊，就免个全班停课。这次修比较大的呢，是从9月12号之后呢，就以筛代隔，只有确诊的学生居家学习7天哦。那其他的小朋友呢，就会由学校提供快筛试剂，如果没有症状，快筛阴性就可以来上课。面对疫情的发展，全台湾的学校是积极准备防疫物资。彰化县长王惠美去花莲的白沙国小，关心整备的情形。除了准备酒精、喙罨、甲血毒针等等的防疫物资，嘛加强设施的消毒。学校的老师非常用心哦，那都把我们的这个从动线一直到我们的准备物资都做了非常充分，还会针对我们所有的这个公共设施1个礼拜又做了2至3次的一个消毒。因为烦恼开学了后，学生之间会较接有接触，惊疫情会阁压起来，所以要求老师甲学生开学了后入去学校一定爱磅体温，手嘛爱消毒。上课的时阵专程挂喙罨。学校这边防疫物资嘛有传好招，请家长放心。记者综合报道。伫
伫咧甘宝济金边有一间公寓厝，昨暗传出有3个台湾人去放开枪弹死。台南警方证实讲，这3个死者拢是台南人，进前有犯罪记录。死者的家属知影因伫甘宝济食头路，详细原因是无啥了解，希望警方就要调查死亡原因。伫屏东呢，也有一个甘宝济人口贩卖集团的查某干部，警方掌握到伊26日入境入来，这消息一听到，人一到位，随着给登起来。22岁姓陈女子惊伫为甘宝济转来的人群中前往接机的警员，本来就是伊是受害者，比对身份发现，伊疑似是甘宝济人口贩运集团的成员，以招一个人得到1000块美金的代价，打出高薪出国包加包大的为实催人，估计12人受骗。嫌犯入境后以拘票拘提，经查，陈贤为柬埔寨人口贩运集团干部。通缉党也讲救出一名受困3个月、化名小兰的查甫人，朋友以爱做线顶跋筊的借口将伊骗往泰国，佮转机到寮国，才知影爱伊将事诈骗，无做班1年袂当回来。一天有2班，然后通常都是做12个小时。网络上几张血洗洗的相片，28暗一直宣传，写着3名台湾人伫甘宝济金边一间公寓互枪杀身亡，甚至连线杀拢公布。姓叶死者甲姓丁死者的朋友也证实因的身份。生意早头就是先过啊，真就是唔知啊，就是唔知影，我讲希望讲看政府能关注这个代志，插手咧互甘宝济那边的警方咧查呗。另外一名姓林的死者是伫这个月初才前往甘宝济，这10几天都无名。规人分局证实，3名死者拢是台南人，也拢捌有前科。警方也捌到死者的厝来探访，也毋过家属坚持讲无方便，一直到网络流传枪杀相片，才知影出代志。家属表示不清楚到柬埔寨做的工作内容。经查，这2名男子在本辖并没有案件，目前也没有通缉，那我们依规定来受理报案。住处也会持续跟柬埔寨的政府有关单位保持密切的协调跟联系，掌握案情的发展。外交部表示，将提供当事人家属所需要的协助，也强调甘宝济去年11月就因为治安甲诈骗集团泛滥，方地为红色旅游警示，到今也是无变。再次提起咱国民众避免前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伫29主持的例行记者会中讲，中国大使馆收到20多名台湾同胞求助信息，也协助甘宝济成功解救部分人员。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个性骗主嫌组成一个诈骗集团，因用真悬的薪水来拐这个少年人，等候因这银行口座等等的资料交出来了后，就把人关伫公寮，若阵因来反抗，就把因虐待苦毒。就这受害者逃走出来报警察，警方即摆也已经抓到5个嫌犯了。确认嫌犯伫咧厝内，警方赶紧将入去抓人，因为内底也有受害者防犯罪行动。详细经历，将5个嫌犯拢抓起来，嘛发现7个受害者。警方调查，这个以23岁姓骗查甫人带头的诈骗车手集团，以关薪水诱拐要找头路的人。被害者面试了后，甲银行叫银铺仔甲提款卡交出去，就会去互关起来。过程当中，若是想要逃走，也是反抗，就会去互用电击器，也是钉钉仔查绑拍，甚至会逼受害者食糖，袂输是甘宝济诈骗案同款。逮捕彭姓男嫌为主的5人。并查扣相关证物1批，另发现有7名被害人被控制行动，专门收购银行存部、提款卡作为存款，诈骗民众钱财的账户，甚至将人头账户所有等人囚禁监控。后续救出来7个被害者当中，有人已经被关超过2礼拜。嫌犯虽然会予因食时间水，不过却袂钓得甲因拍、甲因侮辱。若毋是期5有人逃走出来通报，受害者恐惊会被关搁较久。警方即阵以组织犯罪、妨害自由、伤害、洗钱、防制法等等的罪嫌移送侦办，嘛会追查集团背后敢有幕后的主使者。记者综合报道。发生伫2019年南方澳仔长桥以外，这桥面凶强断去缀着下卡的渔船啊，害死6个人。这个案件经过检方要到3年的侦办专案终结，今仔依照过失致死、过失伤害等罪嫌，向施工建造单位也个港务公司主管等6个人提起公诉，而且检方搁再查到宜兰县政府委托检测大桥的顾问公司涉嫌把这个检测资料造假，向县政府诈领诈骗报告费用，对这间公司的负责人甲监测人员也拢起诉。
2019年，宜兰南方澳大桥无预警放落去一台油锅车驶伫桥顶，落落去了后导火，当去桥面缀着下边的渔船最后造成6人死亡，真侪人受伤。检方经过近3年侦办了后，认定施工厂商、甲木公司姓本的主管等6个人，以涉犯过失致死等罪嫌提起公诉。他们是共同造成累积性的来造成这个死伤的结果。检察官求处的这个刑度呢，都是请法院来适当的量刑。检方发现厂商无按图施工，桥面帮接合的空棚只用水力孔，建筑单位无落实导度，加上管理维护单位甲木公司所有港营运处，迄时阵说本甲说黄的经理无依照规定2年做一摆定期检验，连续维持秩序大桥放弃。我们将来都会依照部班的一些桥梁的检测的一个办法来处理这样子。检方告查出案外案有顾问公司承担宜兰县府桥梁检测工程，涉嫌造假检测资料，向县府诈领查核报告款项。公司负责人甲检测人员2人依照业务上文书定罪不实甲诈欺处在罪嫌起诉。专案定结，放客桥也已经停起，原本9月18完工，暗过施工过程煞卡掉咧，因为承包商施工问题，却传出灌浆的事故，也让这个大桥工期搁延后3个月，上紧有个11月18才能恢复通车。记者综合报道。英国对伫顶礼拜5宣布，这10月开始，电池到天然气价销会逐年增加80%。对这目前的年平均1917英镑，会增加到3549英镑，大约是超过台票12万。这消息一出来，虽引起民众的反弹。另外，伫德国，因明年的电池也拍算要起价咯。德国政府为着卖欠电，拍算要来重新启动脱碳发电厂。大化旧高能源照单，因为起价拢无法度食饭啊！英国数十人顶礼拜5伫个能源监管机构外口抗议政府，拍算为10月开始将电池甲天然气的价销每年增加80%，也就是讲，为目前平均一年1917英镑，增加到3549英镑，差不多新台票126000块。Because the energy price cap rise, which has risen to over £3,500, is intolerable for working people, for people in poverty, for people out of work in Britain right now. 英国政府解说，因为疫情解封加上俄罗斯限制供气，全球天然气价销拢欠悬。不过面对已经2位数通货膨胀民众来讲是无比严重过。对散车民众来讲，可能真早要取暖，也是要食饭，预算一个局面。September 2021, there are about 4 million households across the UK in fuel poverty. This announcement, as we head into October, that's going to jump to about 9 million households. 不过局势恐惊搁较害，约克大学有估，明年1月了后，能源问题会搁较恶化，上严重的时阵会超过50%英国家庭会面临燃料欠缺风险。到时阵年平均燃料金价甚至会超过5000英镑。今麦咧竞选首相大会的外交大臣特拉斯，甲前财政大臣苏纳克拢无对能源价销起价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法，或者是协助。另外，德国明年9月基准电力价销提悬到995欧元。用的是去年同期的10倍。德国最近一个走找替代能源，甚至出现电芳燃煤发电厂的声音。不过电芳燃煤道路虽然是障碍真多，过去德国为减排陆续关境内燃煤电厂。不过在俄国长期威胁之下，小组政府已经授权电芳27座封存或者是杜比的电厂来填补能源缺口，一直到2024年3月。不过电厂营运商表示，关的期间真侪零件拢拆掉，员工也早就离职。运脱碳的船也因为可搬出去真慢，加上铁路运输也有限制，各种条件拢无到位。因议员努力克服相关问题，希望11月用电芳部分燃煤电厂。公司新闻市欢迎订阅。乌克兰东南部的扎波罗热核电厂3月落去互罗西亚军队控制啊。最近这核电厂附近的战争有较激烈，会引起社会关注。扎波罗热当地政府也加强防灾演练，而且有分这碘片给附近的民众，防止辐射外泄的事故。国际关注联总署也已经派出专家小组，要去到当地辅导。
扎波罗热核电厂是欧洲上大的核电厂，因为瓦解俄乌战争的南方战线，最近加做冲突热点。顶礼拜炮火捌造成冷却系统断电，实在威胁升悬，和各国真关切。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拉佩尔·格罗西离告退文表示，已经带领支援甲协助代表团出发，这礼拜内会到扎波罗热协助处理核电厂的硬体损伤，确认安全甲供电运作，评估工作人员状态，搁加强安全防护。Now there is general recognition that we need to be there. We need to be there soon. Kyiv accepts it. Moscow accepts it. 这座核电厂今年3月以来都落入俄罗斯的控制，不过由于乌克兰国营核电公司人员运作，为了防止最近冲突造成核事故，当地救援部门开始接受核灾应变演练。离核电厂55公里的扎波罗热市，日落开始发电片，佮教导民众伫辐射外射情况之下安全使用。Сказали те, що дорослі таблетку, а от в мене дитина, сину 8 років, там пів таблетки дозування. 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二次警告，星期波的攻击发生了后，核电厂面临轻气甲辐射外射、参火灾风险。不过，责任归属犹原是个人讲个人的。乌克兰指控俄军将核电厂变作军事基地，攻击隔一条河的乌克兰主体区。俄罗斯反抗乌克兰锁定核电厂进行假术攻击，日本一天内就发射9粒导弹，其中3粒是落地一个储存核燃料甲放射性核废料的区域，想要制造成为核灾威胁。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美国太空总署 NASA 搁在准备要进行登记月球的计划咯。新一代登陆月球火箭阿提米斯1号会伫咧美东时间29早起8点半到10点半之间，对非洲的橄榄枝太空中心发射。这是50年来头一个上月球的计划。虽然这座任务不载人，不过 NASA 按算2025年底会甲一男一女送去的月球。阿提米斯1号火箭准备好势，特别发射登开射月球的任务。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将伫美东时间29早起8点33分到10点33分之间，为佛罗里达州的太空中心发射阿提米斯1号升空，登开50年来头一摆的登月之旅。Basically, the beginning of the launch window, or just after 8:30 in the morning, has a 80% chance of favorable weather. As we creep forward in time through the 2-hour launch window, we just have a better chance of some of those offshore showers and maybe a thunderstorm or two creeping closer to the coastline. NASA 伫阿提米斯1号发射进前，就会开始实况转播。发射了后，也将会公布所翕的头一批地球相片。阿提米斯1号无载人，将驶月球42天，预计10月70降落伫圣地亚哥外海的太平洋水域，全程飞行130万英里。Now we are trying to actually establish a permanent presence on the moon someday. There may be industries on the moon someday, and of course, all that is focused on going to Mars. So this is not seen as, being part of a Hail Mary. This is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expans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into the solar system. NASA 预计伫2024年发射阿提米斯2号载人飞行，进入月球软轨道飞行4万英里，目标伫2025年搭载第一位女性加1名男性就月球，伫月球南极登陆。公司新闻郑慧婷编译。中国最近唔有无人机伫咧扰乱金门，甚至中国军机一直破过海峡中线，利用一直超过行为，甲这个扰乱变作是史上发生的情形。不过，美军有2架新盾级的巡洋舰曾经过台海，所引起中国不满，甚至要求美国莫正做台海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有学者分析讲，这美国是在经过中国美军的捍卫台海安全。中共是要将台海内海化，加上最近对台展开围台军演，中美逐方超过海峡中线，想要抹消海峡中线建立新常态。不过，美军2架提康德罗加级新盾巡洋舰已被穿过台海，强调是例行通过，互外界看作是夺回海峡中线意味，引起中国不满，表示将按美南动态，搁呛美方唔通正做麻烦制造者。这不是什么对自由开放的承诺，而是谋求横行自由的挑衅。不要说
台海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你持续的在海峡中线这边有更多的军事行动的话，那未来你可能会面对的不会是只有是中华民国国军，有可能是我美国也会在这个地方出没。学者分析，美方的传达警告强军爱站扎，暗过除了海峡中线东部海峡也有强军威胁，一直寻找试探逼近台湾74海里的临接区，想要控制在岛链以西，佫被看作是想要伫东部外海围线，各军船舰采取一对一近距离监控。台海周边动态的掌握，基本上并没有去区分东岸或者是西岸，而是运用联合情监侦的手段，能够全程的掌握。学者提醒，兵上过考塔江南应该建立4、5千吨军舰，对抗强军新的军舰。另外，最近中国无人机冲入金门，佫被中国提来大做一种文章。中国的无人机到中国的领土上去飞一飞，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儿。国防部强调，马上采取距离在内等必要反制措施。民进党立委都指正是要求国防部，那入侵领空应该拍落来就拍落来。记者综合报道。两华情势当日紧张，美国陆军昨和日本陆上自卫队也进行东方之盾联合军演，强化日本东南、西南军岛的战备训练，而且拄好是伫个解放军军演，这飞弹落入去日本海的一个海峡附近。就学者分析讲，美国和日本可能是针对解放军军演要进行反制。台海局势无稳定，美国军舰进行正穿过台海。美国陆军自备也甲日本陆上自卫队展开东方之盾联合军演，尤其美军第一摆伫日本发射标枪飞弹，甲美籍电子作战部队无期应对海上军舰攻击。联合军演主要强化日本西南军岛的离岛防护，主要就是强军带着飞弹落伫附近的海峡，反制强军的意味真高。Japan is the anchoring and frontline all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Indo-Pacific. Our partnership serves as the key to integrated deterrence and regional security. 东方之盾宣示美日年度联合军演，演练美军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的部署。暗过学者分析，也有意针对强军未来军演，无记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美日演练以陆制海、甲台海爆发战事，日本协助台湾，可能和中共反制定力攻打本岛。它东海区或者是这个西南诸岛等等的这些海上的活动，因为这些海上活动可能这个其实跟台海那个或者跟台湾周边都有一些联动关系。那所以它强化这个海上的这些操演。那这次的这个亮点里面就可能包括它这个新成立的电子战部队，可能会跟美国这个实施这种首度的这个电子战操演。另外，国军一个建立飞弹防卫，中科院用7年研发的搬量专项正进行超音速向山反舰飞弹，已经进入作战评测阶段，有希望在明年结案展开量产。正进行向山传出沿射程300公里，有效反制强舰。在两华情势紧张的时阵，瓜地马拉外交部长布卡罗也到台湾访问，强调展现应继续支持台湾上有力的验证。We can be able to tell the world that we are like-minded countries, and Taiwan and Guatemala, we will always be allies. 布卡罗感谢台湾提供各领域的合作，瓜地马拉未放弃对台湾的承诺，会坚持立场，继续支持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哲这8年任期伫要末路，台北市议会移到召开郭文哲任内最后一届市政总集选，不过到现场的局处首长却是代理搁代理省的情形。问题8月28要开始实习的劳动局长陈信如，说搁在请5天的病假，着机关质疑讲安尼实习敢有准算哩。另外，开8千万的台北城市博览会等咧举办，不过官方网站的英文翻译却是一大堆错误。台北市府开8000万举办城市博览会，煞方发现官方网站英文版的内容内底有真侪错误，亲像生活酸甘甜，方直接翻译做 Sweet and Sour of Living， 也若台北人，方直接翻译做 Taipei People。针对这点，监考会讲确实有4个差。议员所提醒的那个，确实是我们这边的在检查部分的疏漏，那个是一家专业的翻译社翻的部分，但是为什么错误百出？但是就是内部的流程管控出了问题。毋但城市博览会引起争议，南洋的议员甲责任指向是持府人事的问题，讲涉嫌反贪污治罪条例等等罪嫌的劳动局长陈信如，连续请5天的病假，是要闪过议会质询。嘛指控台北捷运董事长李文忠提早通过未来人
诉案，明年副总的人选已经定掉啊。请问陈信瑜还是我们劳动局局长吗？上个礼拜五8月26号还在议会备询，跟议员大小声吵架，怎么突然病重，不能到议会来参加总质询？明年要退休的人事案，你会不会今年先通过继任的这个人选去卡位？不会啊，他还没退休，他就不会被动啊，派也没有用啊，派他一个萝卜一个。郭文哲答应讲，会阁去问李文忠来了解状况，等去立管。不过伫任内最后一届的市政总质询，有去现场的局处首长，侪煞是拢代理的，这嘛互议员批评市府团队是拢结外挂。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北市长的选战，3位参选人拢针对着居住证件提出政见，但市长讲这4年内要起57000块的社会住体，租金降10%。周万安讲这租金搁再拍8折。不过黄珊珊也拢批评讲，这社会住体要考虑到永续经营，若讲要增加补助和减少租金，用讲的是上简单。无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29第1个公开行程就来到居住证件分享会，并甲企业以包租代管的方式提供时代优先的居住环境。黄珊珊表示认同。在民间比我们走得快的时候，我们帮忙推一把。像这个案子，就是他们先行之后，中央政府才开放旅馆改社宅。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28日说明家己的居住政策，提出社会住体4年5.7万户，降租金10%，有补助政策。国民党籍周万安也讲，社会住体要互生第2体的家庭优先，而且拍8折。黄珊珊批评发钱甲降租金是上简单的，政策需要全面思考。社宅是不是你今天点出来，它明年就会长出来？我们不希望说只是单纯给钱降租，让它将来破产。重点是你要让一个社宅能够有序经营，它的租金要合理。然后如果有需要的人，他是用租金补贴、另外的社会补贴的方式。不过，陈市长强调，家己的政策是有参考专家学者意见的结果。接下来我们应该对这个议题能够更深入的了解，跟更多的人来讨论，那能够做一个滚动式的修正。柯市府也做了很久，那确实是有一些难度。这些难度在哪里？怎么样去克服？也不是用讲的就会解决。周万安嘛考试黄珊珊做不到的政策，唔通搁再提出来。很多民众反映，他们也不希望看到很多过去没有办法落实的一些政策，科规王随。当时台北市政府他们也出来说早就在做，但是他们是今年3月才开始，而且执行率是0。台北市房地产价销悬，人口流失、出生率低，拢是大问题。安怎提供优先居住环境，让市民安心住到老，嘛成做各参选人攻防重点。记者郭文玲、凯谢桂林台北报道。伫这个月18日，台北捷运有旅客载一只碰瓷出门，却无发现到这个碰瓷已经对宠物男仔走出去啊！而且伫月台顶头，佮甲别个旅客夹着伤。这个载碰瓷出门的这个民众呢，已经去互罚1500块。警方要提醒讲，载宠物出园伫大众交通工具拢有规定，千万唔通去影响到别人。喜欢松鼠吗？喜欢。那如果在捷运站看到松鼠会怎么样？我就会觉得很可爱。不会被吓到？不会被吓到。袂少囡仔感觉碰瓷真古锥，也毋过伫捷运站拄着碰瓷，也是有旅客感觉会惊。8月16日，台北捷运中校新城站柜台上，一名旅客用箱仔炸碰瓷，准备上车，想要到箱仔红钱甲变形，出现空碰碰瓷落跑，伫柜台走来走去，引起排队旅客骚动，有民众脚卡互夹着伤。在列车里面吗？没有，外面外面他在等候车。哦，后车区被松鼠抓伤。事主上车了后，发现碰瓷无看，等到原站来找找，好佳才找到，也毋过夜方通知已经出代志，最后以大众捷运法罚1500。未经许可携带动物进入站区或车辆内，处新台币1500元的罚款。事主对自己没有妥善看管好宠物的行为也深感抱歉。这是台北捷运头一件碰瓷加伤人的事件，过去代替也捌发生过，车手有抓出击，好佳才无人受伤。如果没看清楚的话，可能会误以为是老鼠嘛，那可能会就是一阵恐慌这样子。带宠物出门之前，还是真的要把笼子拴好，因为不管是什么宠物跑出来，可能就是会吓到人，或者是可能是主人珍贵的宠物不见了，这都不好。
无论坐运还是铁路，拢有限制动物种类上车，佮一定爱放伫人啊是通不箱，容器长看限制55加45公分，悬度台北坐运40公分，台铁甲高铁38公分。警方提醒，每早通报坐交通工具一定符合规定，以维护运输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全世界目前有超过5000万人失智，台湾65岁以上的民众平均100个内面有8个人失智。英国认为讲补充维生素 D3 就会当降低这失智症的风险。不过，国卫院上届新的研究发现讲，这老大人若准一年食维生素 D3 超过146天，可能就会增加失智症的风险。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团队透过阿兹海默症的鸟鼠实验，甲台湾健保资料库的分析发现，失智症才是造成欠维他命 D3， 而不是因为欠维他命 D 才造成失智。年长者一年食高剂量维他命 D3 超过146天，发生失智症的风险是无食的人的1.8倍。失智症患者长期补充高剂量的维他命 D3， 死亡风险是增加2.17倍。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就维生素 D 吃越多的，失智风险就越高。这个完全不是大家所想象的。补充维他命 D 似乎是对这个疾病本身呢帮助不大，可是多数人还在服用这个维生素 D 哦。鸟鼠研究证实，维他命 D3 无伫失智过程中扮演保护的角色，颠倒可能造成神经病变。研究团队强调，若讲每礼拜超过3天食高剂量维他命 D3， 颠倒可能对健康不利。这项研究也颠覆以早传统观念，不过研究团队也强调，并不是全部推翻。对囡仔甲少年人来讲，有案会当帮助发育甲骨质。老化的时候、老年的时候，或者已经得到失智症的时候，这个作用机转已经进入另外一个不同的面向了。这个时候再继续服用的话，发现它要走正常的这个功能，这个事情不走，它反而去走向负面这个功能的，跟 P53结合在一起去做负面的事情。失智症正做高龄社会上严重的危机之一，目前无有效治疗药物。研究团队建议长者甲失智患者，唔通为了防止失智，大量长期补充维他命 D3。若讲因为其他疾病需要补充，佮烦恼增加失智风险，会当甲主治医师讨论，才来补充。记者综合报道。国会进前发布上届新的人口推估报告，预测2025年台湾的进入到超高龄社会。有学者表示讲，最近这通货膨胀的压力是愈来愈大。那伊退休了后，搁再活20年就去推算，需要的现金就爱1092万才有够开。那剩40岁以前无欠钱做退休金，这退休了后恐惊就是无钱通开。因为现在赚的钱。别人讲啊，消费那么高啊，根本就不够啊。退休了后，财务自由的生活根本唔敢想，因为生活开销大，每个月领薪水，维持生活拢无够用，存无偌济，免讲是欠起做养老金。不过要人提早规划，30岁之前就靠欠钱投资提高收入，为未来退休做打算。27岁左右之前，他就会开始说要有一些不同的资产配置，维持一个15%到25%之间的预留。退休了后，生活到底爱准备偌济钱？国内本土保险业者调查，退休了后，移民20年来算，日常开销上加爱552万，医疗费上加准备288万。另外，平均爱照护7.3年时间来算，长照也爱准备252万，加上通货膨胀风险这因素，至少爱准备7092万才有够用。通货膨胀用1.5%，跟没有考虑通货膨胀的时候，用的标准是每个月要有5万块的实质所得消费，义务的钱有多少？1100万。学者佫指出，未来暗藏3大风险，包含劳保破产危机，有过117年累积虚假转做负担，加健保财务收支欠款，109年收支欠已经676亿，还有长照2点控资源无够这问题，敢若靠政府社会保险，恐惊无法度安稳退休。有47% 的人认为退休金在破产前不会进行改革，不会进行改革，他就会轻忽未来这个退休金财源不够的问题哦。学者建议，投资退休的准备，除了自提劳保以外，老的时阵应透过定存、商业保险，少年时应规划投资风险较低基金借款补助。愈早准备愈好，因为福利威力大，应承受的风险也愈悬。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南市有真侪唱水地点，其中一个北台湾沉船是39年前一只韩国货轮经过南市靠单沉落去，即马变做是船鸥甲鱼仔的出路。不过，着唱水教练发现讲，这个货轮当咧漏油，也惊讲会造成海洋污染。伫39年前，有一只船伫南市的北台湾沉去，即马伫水底30公尺。 船已经断做2轨，船身甲船舱拢已经生真侪船蛾，嘛有其他海底生物，还有真侪鱼仔伫遮生活，是整座国际上真有名唱水的景点之一。本来到遮人都有真侪介意唱水的人来遮翕相。不过二白时阵有唱水的教练发现伫船尾的所在开始有油一直闻出来，了后浮起伫海面，已经烦恼遐油会愈流愈多。剩尾巴那边剩它的舱跟机械那边比较完整，所以开始现在慢慢。 它一些机油可能会或者油就慢慢溢出来这样子。台东县环保局表示，目前还佫伫咧调查这只船漏油的量甲面积，嘛有通报海洋保育署。漏油的面积若是佫扩大，就会启动海洋污染应变措施。我们有接获沉船漏油的消息，那目前正在进一步了解，沉船的位置，还有漏油的状况还有它的这一个范围。那我们也同时有跟海保署来联系。 这只沉伫海底的船是韩国一个货船，叫做宝瑞号，有到万外冻重。即马油当伫咧漏，敢有机会请船公司来处理？根据航港局的统计，包括今年3月伫台东富港埔岸一只8里苏籍的货船靠搭，航港局已经替因生出800多万来请拖船。还有伫咧中华一只沉去的船，这只船是西雅山共和国籍的，航港局嘛有先替因出2000多万。 不过，要向船主来讨这个钱是真困难。因若这只宝瑞号发生船难的时间是搁较久进前，航港局表示，爱先找到船公司来处理，才有法度要求赔偿。目前爱先想办法阻挡污染扩大。记者综合报道。 交通部参中华邮政今仔日伫新德县的尖石乡举办无人机物流启动典礼，头一摆利用会当载25公斤重的无人机，甲这货送超过20公里的后线地区，缩短货运时间。中华邮政的无人机看看起飞，下骹再要送去尖石后山地区的物件。 原本需要100多分钟的车程，即马只要45分钟就当完成，至少会当省1/3至1半的时间。这来回的路程太远了，对，应该是对邮差会更方便的。路程是比较艰巨，这个部分是我们山区目前一定要大家要克服的地方。 交通部讲，这是国内头一摆用无人机载25公斤以上的物件起飞，未来会先对偏乡离岛送货服务开始。若是发生灾害、道路未通的时阵，咪使透过无人机运送物资，提高救灾的效率。台湾有2/3都是高山，所以很多的偏乡它非常的遥远。那透过无人机可以增加它的效率。那未来如果在有天然灾害， 或是这个所造成的这些道路中断的时候，那这种载货的无人机就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一个角色。这届无人机的航程有21公里，海拔关键侦查1580公尺。交通部表示，未来希望提悬载重，发挥无人机上大的效益。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 嘉义市伫3年前启用乐龄健康训练场，是大伫遮会当照顾马，甚至练习骑马。专家也讲，是大参马互动，唔但会当训练骹手的筋肉甲平衡以外，也会当增加家己的自信心。是大甲安全装备穿好势，伫专业人员的协助之下，豆豆啊徛起伫马顶。87岁喙齿阿嬷自3当前的乐龄健康训练场，即摆更甲马仔培养出真好的感情。本来唔敢做的代志哈，不止骑马这件，全部都会敢去尝试。骑上马的时候，你真正的放松，马会跟你有所交流，那种交流马儿会感觉到，妈妈也会感觉到。
为着要互时代透过照顾动物来培养对家己的认同，家己市老龄健康训练场专工找马仔来互时代照顾，而且阁互因有骑马的机会，时代骑马嘛顺续出来拍日头。借由马的这样一个包含触摸啦、体验啦、刷毛啦，甚至能够上马，这个其实对他们长辈都是一种肯定。你要上马其实是要全身的肌肉是要协调的，然后脚跟手的力气也是要协调的，还有就是他必须对自己有一定的信心。家己市卫生局表示，目前骑马的体验得到未少时代的认同，未来嘛规划要伫别位引进，希望更较侪时代透过这种体验，生活愈来愈健康。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伫台南下营农会附近的毛港尾地区，因为过去是日军的飞行场，这个仓库所在的也捌受到这美军的轰炸。即马农会的壁面也过去当时的庆之坑，保存甲真完整，照历史价值。台南市下营农会今年拄好创会满100档，近期农会嘛发现真侪日本时代文书记录，准备做所谓典藏。更上特别的是，农会后壁面保留真侪庆之坑，这就是伫太平洋战争的时阵，美军炸台湾历史现场的见证。迄个日治时期在咱中央毛港尾地区有一个日本海军的飞行场因为迄是一个战略的场所，来个包括咱这个农会这个仓库，当时存放这个粮食，所以这是拢美军轰炸的目标。为着要互愈侪人会当了解这段历史，下营农会佮设计古锥的广告牌甲标示，另外佮结合在地特产白鹅，做出白鹅飞竿驶飞行机的装置艺术，有影是趣味佮摄人目。咱真有做几只美军的飞行机的模型结合咱地方的产业，因为咱地方的产业就是鹅啊这个特性就是伊的攻击性足强，所以咱会当甲模拟讲，伊要攻击咱这个这个地区一寡战略要点，所以咱就是用咱地方的产业白鹅，来甲做这只飞行器的飞行员。下营农会表示，时代的转变，如今已经是愈来愈少人知影这段历史。过来嘛要继续甲文书工作者研究，甲这重要历史场景好好保留，也欢迎民众用时来行踏，了解在地故事。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成功大学历史系学生今年休落去到北门的三芝国小，做伙办文书营队，带学生囡仔认捌家己的故乡。大学生也设计一寡关卡挑战，也和学生囡仔做伙来编电园字，真用心。咱做伙来看。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学生休早行入社区来服务，今年同款来到台南市北门区的三芝国小，开办文书夏令营。带这寡学生囡仔做回来了解家乡。不论是设计实境解谜手册，还是让小朋友们实际去制作一本刊物，都是希望能够让小朋友是透过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手作来去让社区居民或者说其他关心这个地方或者说台南的人土风情的人，能够知道三寮湾很足够的在地故事。新大学生带这个囡仔行过三寮湾社区，落得到渔港甲地方的宫庙等等的所在，找找家乡的故事甲特色，设计实景解谜挑战，也有编出地方的特刊，希望让囡仔增加探查甲创作的经验，然后去让更多人去了解在地。那我们也希望这个方式可以让学童们他们可以去爱上自己的社区，然后爱上自己的家乡。透过亲身行踏，新大学生希望让这个囡仔会当愈介意家己的家乡，也会当带动社区的大大小小了解在地特色甲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嘉里农会有开课，教社区民众家己做道路，无参进会化学品含防腐剂，家己学咧做，那厝边食着嘛安心。食糜的配道路是咱台湾人正古早味的早顿。即阵台南嘉里的社区学员，就等咧甲老师学做豆乳。因家已经兑水拍好的豆腐下落去撒好好起来放好冷，才会当兑入去玻璃罐仔内。那我们是从那个豆腐到晒到制作过程，全部就是一起交给同学，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东西，有很好的营养价值。也趁着有闲暇的时间大家来学习怎么制造这种。豆腐乳，把豆腐放入去玻璃罐仔，一层一层塔起来，逐层中拢爱铺米壳，安尼才会发芽。个人有介意的气味，买当趁即阵下落。
落尾甲糖、酒这款天然的防腐剂倒入去，就会当封起来。市面上的东西很多都含很多防腐剂，那我们自己做的，我们就是用天然的防腐剂，就是糖跟酒还有盐，因为曲菌它会分解蛋白质，它可以减少那个消化的过程，所以说它是很好的食物。因为豆乳会当帮助消化，古早时摕来配早顿，实在真有道理。不过无用规工做好封起来了后，要搁等3个月才会当食。有学员就讲，已经开始期待3个月了后，才会分享好滋味。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7度到35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4度，澎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3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